今仔日是北区大专属工纪念主日，奉献茶仔放伫这个座位头前，请听这关心。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走到。创造咱的上主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三角的金丝学了上帝，圣诗31首，31首。
三甲用启文44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文伫圣诗后面1179页。启文44篇，以赛亚书40章。恁的上帝讲。就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罪已经显清楚。有声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谷拢要遁乌天。弯弯的要解好的，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上主安尼亲嘴宣布，有声讲你就宣布，就讲人拢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人讲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报好消息，互锡安的人啊，就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关的上主要大官灵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当心来祈祷，上主，阮上帝，阮要时时学了你，愿阮的嘴常常学了你，愿阮的心因为你来夸口，互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愿阮拢学了你最大，尊伊的名最悬。听阮祈祷的上帝啊！求你应阮，救阮脱离阮一切通惊的事，特别是伫即个2019冠状病毒边伫全世界大爆发的时阵，阮看见侪人因为即个病失去了因的性命，或者是因为得到即个病而受苦，也有真侪人因为即摆疫情失去了因的头路。真艰苦的生活，上主啊，当这个小小的病毒拍破阮人类家己认为的美好，互全世界陷入伫大危险的时阵，阮人类却还在为着家己的利益，伫遐咧相欺骗、相争，甚至互相指责、互相攻击。求上主教示阮，定阮的旨。无讲歹话，互阮的嘴唇无讲奸诈的话，离开歹来行好，找和平来对日基。今仔日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感谢上帝差派罗牧师来阮教会讲道，也愿你的圣神感动罗牧师，互伊带着你赏赐的气力甲智慧，开拆你的真理。来利益阮众人，也求天父上帝保守阮北区大专事工委员会甲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正委员甲同工，赐予因教业的智慧，予因面对即青甲台北两个中会决定对今年开始用新的合作方式，伫交北区大专事工甲经费面对真大的变化的时，通有好的
协调甲安排。也求上主继续使用阮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同工，甲因所推展的事工，虽然面对逐款的欠缺，也通用这真有限的资源，利益搁较侪的大专青年。也求上主帮助阮正咧担咧大专读册的青年，祝福因，互因会当伫学校有好的名声。利益正人，伫教会有好的服侍，也遵循你的道理。愿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习惯的祈祷文，同声祈祷讲：阮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一成，你做真亲像天，愿是平阮下面，亲像阮。下面阮的人，你传阮的一切，又叫阮发现一个歹的，国阮的因根都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约书亚记第一章第1到18节，历代志汉字本旧约第231页
科学本修订版附约第292页。附约约书亚记第1章第1到18节。耶和华的奴仆摩西死了后，耶和华吩咐伦的囝约书亚，就是跟随摩西的，讲：我的奴仆摩西死了后，当你着起来，甲众百姓过即个约旦，去我所赏赐以色列人的地。既若恁的骹掌所踏的地，我拢赏赐恁。照我对摩西所讲的，对旷野甲即个黎巴嫩到大河，就是伯拉河，迄人的全地，搁到大海，日落的所在，拢要做恁的境界。你一世人的确无一人会徛条伫你的面前。我怎样甲摩西伫伫地，也要安尼甲你伫地。我的确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你着勇敢壮胆，因为你要互即个百姓得到迄个地作业，就是我对因的列祖所咒詛要互因的。独独你着勇敢大壮胆，接受我的奴仆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来行伊，毋通离开来偏左偏右，互你无论倒落去，拢得到行通。即个律法一切毋通离开你的喙，的确着铭日想伊，互你接受来行即个册内所记载一切的话。安尼就会互你的路平坦，你也得到大行通。我敢无命令你吗？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忍，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第10节，对安尼，约书亚命令百姓的官长讲。恁着便行营中，命令百姓讲：恁着一般食米，因为3日内恁要过即个约旦，入去得到耶和华恁上帝所要互恁得到的地。12节，约书亚吩咐流便人、迦得人、甲玛拿西半支派讲。恁着记伫耶和华的奴仆摩西所命令恁的话，讲：耶和华恁上帝已经互恁平安，也要将即个地赏赐恁、恁的某、恁的囡仔、恁的精生，拢着住伫约旦即边。摩西所互恁的地，独独恁中间一切大气力的勇士，拢着住进去。伫恁兄弟头前过去，帮赞因，到耶和华，互恁的兄弟得到平安，亲像恁一样。到因也得到耶和华恁上帝所赏赐因的地，迄时恁才通倒去恁所得到的地，承接伊来作业，就是耶和华的奴仆摩西伫约旦即边。日出的所在所互恁的。16节，因应约书亚讲：见你所命令阮的，阮要行；你所找阮的，阮拢要去。阮前伫一切的事，怎样通听叹摩西，当也要安尼听叹你。独独愿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亲像以前甲摩西伫地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毋听你的话，照你一切所命令的，就要互伊死。独独你着勇敢壮胆。请老师讲道第4，爱对上帝有信心。第
今仔日伫遮是代表北区大专学生中心来甲大家请安，希望咱会当关心大学生的事工。我就想起拄是50年前，我伫新学年的时阵，暑假派来伫遮工作，迄阵带的就是青年甲青少年。我到这念几个人的名，互咱看有熟悉无？裴信勇，今仔敢有来？无来吼。我搁念一个蔡淑芬，搁有徐淑敏，淑芬迄阵读北一女，裴信勇读成大。徐义和读逢甲，你看我到今拢记条条。张瑞珍读辅仁大学西班牙系，我对伊学一句西娘理大。迄阵拢是一群大学生，大家做伙伫青年的中间，拄是50年前，1970年，我伫咱的中间一个月。嘛有一群国中的学生，我还佫有一个叫做邱美珠，迄阵读师专，台北师专，后来出去教册。迄阵有一群青年，逐日伫即个所在。迄阵的礼拜堂是旧的，迄阵的牧师是吴清益牧师，所以大家人拢真少年，就是一个月嘛要记条条，因为拄是伫青年的时代，咱会当看出教会有青年，咱才有法度通展望未来教会要安怎去。后来我用真侪时间咧带大学生圣经班，这是我新学年毕业了全力投入的一个工作。因为大专新学圣经研究班，才延伸出来另外一个事工，就是青年运动。青年运动迄阵有画出一个口号，就是今仔日的青年，今仔日的教会。所以阵嘛，通过这个大学生，大家人开始来做一个新的运动，对，互咱的青年，互咱的学生，会当去重视因伫信仰甲伫教会爱扮演的角色。1970年代，咱长老会伫校园内底开始成立真侪学生团体。因为国民党一直认为，伫1970年代感觉长老教会是一个问题的团体，所以想尽办法要将长老教会甲伊分裂，然后伫大学的内面，无用有学生团体叫做中青团体。中青就是咧讲长老会青年学生的团体，迄阵北海真厉害，包括文化大学的中青团体、民团、东吴、东海，这拢是当时真清楚的禁止。但是咱长老会青年真勇敢，无用这个禁止就行行。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看今仔日的诗会叫做茶书，也看伊伫台北大学嘛，伫关心学生团体，有伫关心学生，有伫关心青年，就会互咱看见教会未来的愿望。我真期待，嘛真盼望，咱大家今仔日会当通过。实在奉献来支持这个学生工作的事工，希望咱上山教会伫这方面会当投入搁较侪的心力，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听从。今仔日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互阮会当来关心伫
台北地区遮个学生的工作，毋但是工作者，也伫学生的心中心灵的运动。愿上帝你受恩疼惜，甲所有大专事工的工作者三甲同在，也甲阮所咧关心的每一个学生三甲伫地，恳求你疼痛赐予即个气力，伫阮所咧推动即个学生工作的事工。感谢你的恩典，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仔日在读约书亚这本册，大概以色列人的分类的方式，甲咱在看有一点点仔差异哦。有一点仔差异的所在是，以色列人是将约书亚到列王记，约书亚到列王记下卷，这来看做是精神知的册。叫做精神知，若有精神知，就有啥物后生知哦。咱是安怎看到列王记？因为列王记下卷25章结束，拄伫记啥物记？以色列民族规个拢总掠去做奴隶哦。以色列民族因为列王记下卷记到落尾，就是南国犹大灭亡。咱会当通知。以色列王国伫所罗门王死了后有分裂，成做南国甲北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所以列王记下卷是记到南国的犹大灭亡。咱爱注意南国犹大，就是去互巴比伦甲伊消灭。时间是主前586年，安尼以色列人伫分类即种的时代，即种的分类的看法是看做较快哦。毋过我个人较爱看是对倒位就开始看，对主前721年，北国的以色列，互亚述帝国甲伊消灭去，迄个时阵。了后的先知拢甲伊叫做后先知，伫迄个进前叫做精先知哦。这是无共款的分类的一个方式。不过约书亚记这本有一个趣味的所在，因为约书亚记是线者民数记，民数记有一个真重要的所在是讲啥物？上帝甲摩西讲：你袂当入去迦南地，但是你的学生就是约书亚要继承你来完成这个使命，带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所以因为安尼，圣经学界阁有一种分类的方式，将创世记到约书亚记，甲伊叫做六经。咱通常听到拢是。摩西规经、五经，毋过有一种看法是讲，毋是五经，应该看做六经，就是到约书亚记，因为约书亚记拄一个完成入去迦南地的一个应允。咱通知应允入去迦南地是对亚伯拉罕就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拢讲起遮个问题。到伫约书亚完成这个使命，通常圣经学界较爱分类是将约书亚到以斯帖，约书亚到以斯帖，这个但看做一个段落，叫做历史的册，因为约书亚就是咧讲起因入去迦南地历史开始。到伫以斯帖，迄拢咧讲起因去做奴隶的经验，安尼这有无共款分类的方式？咱咧看今仔日所咧读的圣经，约书亚记第1章拄咧开始讲啥物？因要怎样入去伫迦南地所在？咱即马来将咱的以下头前的圣经，若有咱逐边互开约书亚记第1章。约书亚记第1章，咱来看第1节到第9节这个段落。
第一节、第二节，伊一个开始就讲到什么？耶和华的奴仆摩西，摩西称呼做耶和华的奴仆，请咱注意奴仆这个字眼，相对就是咧讲什么？主人主人甲奴仆，奴仆就是爱完全顺服主人的命令。约书亚到当时才互圣经代写做上帝奴仆。约书亚是到士师记第2章第8节才写约书亚是上帝的奴仆。我在讲是毋是上帝奴仆，有时阵讲个人，咱若读以赛亚就会读到什么上帝奴仆，嘛在讲上帝的选民。若是上帝选民，今仔日的教会，今仔日的信徒，拢嘛是上帝的什么奴仆这是后来圣经先知的时代，就真清楚地表明，上帝奴仆就是咧指上帝竞选的对象。咱会当看出约书亚伊一个开始，约书亚记第1章，伊就讲凡父论的囝约书亚，伊就是对摩西，所以奴仆也佫有一个意思，就是啥？军队者，军队什么？军队主人的脚步咧行。咱会当看出伊伫第2节伫遮就是安尼讲。带以色列的众百姓去到伫倒位？伫即个约旦，我所要赏赐以色列人的地。赏赐即个字眼，就是所谓做祝福的意思。若是咧讲祝福，咱就当通知，上帝要赏赐因的土地是过约旦河。迄个才是要赏赐的土地，迄个土地咱通常拢叫做什么土地？迦南地。所以伊伫迦南地是对地开始算，伊即马落去第4节、第3节、第4节，就是咧讲到即个土地的范围即个土地的范围，咱地当看到南平。伊开始讲到南平南平是一个什么种的土地？其实南平就是沙漠地带、抗旱的地带。北平是真水的土地，因为北平有什么？关山，特别是迄文山山顶的落雪积雪，因为有落雪积雪，你看见就规片安怎？白白，白白伫春天若到的时阵会什么？雪会扬，水会流落来，所以迄个叫做什么？迄个叫做流年，因为雪看起来白白，叫做流年安尼这咱会当看出北平是富裕的土地，南平是散车的土地。这真趣味，上帝赏赐的土地，哪会有迄个抗旱散赤？上帝敢毋是讲要赏赐因一块什么土地？流年佮流日，哪会南平是较歹，北平是较好？这就真有意思意思拄拄在回应。五经内底一个真中心的观念是什么？你着听你的什么人亲像家己厝边，所以换一句话讲，上帝赏赐，有的人够业，有的人不足，你得爱互相伫遐学习，要安怎做伙徛起？要做伙徛起，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就是什么？互相三扶持，互相三帮赞，我有诶来帮赞无诶，这个就是叫做上帝赐福一个真要紧的功课。所以上帝赐福毋是咱伫家己诶身躯顶，上帝赐福是互咱有能力
嘛有气力，搁来学习一项安怎伸手来帮助人，这个叫做上帝赐福。所以咱若对圣经的观念安尼家己整理起来，咱就会当通知影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咱即马来看第5节。第5节，伊伫遮就讲到一句真要紧的话，伊讲：你一世人的确无一人会当徛伫你的面前。我怎样甲摩西伫地，也要安尼甲你伫地。我无离开你，无放杀你。所以第5节通讲是上帝对约书亚一个真要紧的应允。上帝未离开你，上帝未放杀你。咱会当安尼了解，上帝竞选一个路步，上帝甲这个路步的中间有甚物关系？有约。约上帝若甲人立约，上帝袂毁掉这个约。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伊拢甲咱讲一项：上帝袂放杀所立的约。所以咱的圣经用一个名词来描写咱的上帝，迄个名词叫做信实的上帝。信实的意思就是讲上帝接受伊所立的约。咱来想看卖，咱伫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甲上帝的约是甚物约？甚物约？洗礼。洗礼无有一个牧师会甲要受洗的人讲：我甲你洗礼有效3年。3年后爱来换证，毋捌安尼，敢有迄个牧师安尼讲？毋捌，是安怎毋捌？因为洗礼是一个什物种的约？生命的约。所以呢，要洗礼牧师拢会讲：你有信上帝无？有。你有信耶稣无？有。你有信圣神无？有。你有要接受教会规矩无？有。即马洗礼了，就安怎？较少来礼拜，要洗礼进前，所有的聚会拢看会到，对。阮做牧师即个感触介深。即马问讲：你最近较少来？嘿啦，遮换着，遐办着，遐动着，遐愈着，较停咧。困了过头袂记着。毋过咱的上帝拢记牢牢。这个叫做什么？上帝接受所立的约。所以上帝咧甲约书亚讲一句话是，其实是安怎？上帝用伊的名咒詛咧讲话：你一世人的日，我袂放杀你。上帝咧讲袂放杀，安尼过来看这个祝福。这个祝福毋是咧讲别项拢顺境，咱有时阵拢会有这个想法：上帝祝福。伊讲要甲我伫地，无放杀我应该是安怎？是百事可乐，逐项拢事事亨通，毋是。伊咧讲无放杀，已经在讲一句话：伫你上艰苦的时，我犹原甲你同在。这个叫做无放杀。若是拢伫顺境，咱袂感觉这个上帝甲咱三甲同在。但是伫上艰苦的时阵，上无力的时阵，你会去经验到上帝伫身边，甲你三甲伫地。所以咱会看出，伊伫第5节咧甲伊讲，上帝会予伊，无论伫什物所在，伫什物种的环境的下面，一直甲伊三甲同在。咱搁注意来看，伊搁落去讲什物？咱若注意来看第7节，伊讲你得勇敢大壮胆。第7节、第8节拢一再伫重复即句话。所以咱读到上落尾，甚至遮以色列人要出发进前，
伫祝福约书亚，甲约书亚就抓你讲什么，阮照安尼听；你命令，阮就照安尼行。愿上帝赐福你，你得安怎勇敢壮胆。所以咱会当了解一人，咱若伫读圣经啊，一段落定伫重复的语言，定伫重复的语句，会表示什么真要紧。所以伊咧讲竞选约书亚，定伫重复的一句话，你着勇敢壮胆，毋免惊，毋免软哦。安尼咱会当看出，这嘛是什么？上帝竞选摩西时所讲的话。咱若看先知的册，先知有真侪受竞选的时，上帝拢甲伊讲什么？我要甲你治。咱知有一个真出名的先知叫做亚利米，上帝嘛是安尼甲伊讲。无咱若读亚利米20章，亚利米真艰苦啊！因为什么？伊的同胞、伊的民族无爱听伊讲话，所以亚利米书20章第读到什么？亚利米甲上帝讲啊，你是叫我要创啥？你甲我讲要甲我治罪，我不如死的好。我若莫生出对老母的腹肚内，我若死伫老母的腹肚内上介好。我出来是要死哦。因为什么？伊孤单艰苦，非常孤单艰苦。报到落尾，亚利米知有即种的艰苦，有遮尔的大的困难，上帝毋捌离开伊。咱阁知影有一个伫走路的先知叫做什么人？要记无？以利亚走到旷野，然后上帝也问讲：啊，你是安怎走来遮？伊讲：亚哈开始所有的先知，除我一个，嘛无要放我煞，我死比活地搁较好。上帝甲以利亚讲什么？你毋免惊，你起来，伫即个旷旱的中间，你去找一个上官附近人，伊会照顾你。先知去互一个上官附近人甲伊照顾，这是先知以利亚。当伊伫真孤单伫找死的时阵，上帝袂离开伊。咱来看，这是上帝互亚利米，互即个约书亚一句真要紧，差不多是咒诅的话，甲你讲，你无论去倒落，我拢会甲你同在。咱即摆来看第10节到11节。第10节到11节，伊伫遮就讲到什么？讲这2节就是约书亚接到上帝的话了，鼓励话了，约书亚就52支派的领袖间叫来，叫因传达即个话落去。头一句就是间讲爱准备食物，然后偌久的时间3日后。圣经内底若讲到时间，就是讲这是确定的完成，所以3日后3日伫圣经的内面定出现。譬如讲，上帝甲摩西讲：“你去甲埃及的法老王讲，互我带以色列百姓行3日的路，去伫旷野敬拜上帝。”咱来看3日。会记无？咱的主耶稣基督伫阴间归日，3日后过活，这嘛是咱头先伫念4道圣经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过活。圣经若互咱一个数字，就是咧讲，迄是确定会实现的代志。所以伊甲伊讲，你得爱发命令，互所有的百姓准备3日的食物。是安怎要准备3日？就是过即个约旦河有3日的时间。咱知约旦河是一条真大的河流，伫这3日后，你就会当经过即个所在。这3日是无要停，所以行伫迄个溪底是无要停。
咱若对这个去甲了解，出来及其实就是安尼。出来及的是行3日，就是安那。要离开埃及一段拄好的路径，互埃及的军兵出来捉，捉甲到的时阵，就是要带倒转去，嘛有困难。即个叫做3日。咱若搁咧读创世纪，嘛会读到啥物？雅各带某囝甲伊所有的财产走离开丈人拉班的厝，走离开偌久？3日。拉班接到消息，讲雅各离家出走，应该毋是离家出走，是逃走。赶紧走去捉3日后，已经无法度共带倒转去。约书亚嘛是安尼，3日的时间，你来准备食面。然后咱看第3项，伊伫遮甲伊讲啥物？祈祷伫我要赏赐恁的土地，安尼就是过约旦河。所以咱会当安尼了解，迦南地就是啥物？迦南地正平就是约旦河，迦南地的倒平就是地中海。正平约旦河，倒平是地中海，这叫做东西。这就深色啦吼。约旦河东边嘛有2个支派，甲半个支派，一个叫做流便，一个叫做迦得，还佫有一个叫做一半，还佫有一个一半的支派叫做玛拿西。流便甲迦得，因伫倒位？因伫约旦河东边即个摩押的平原伫遐停留，准备要过约旦河进前。流便就看见摩押的平原规片真水的草坡。咱知影12支派内底大囝是啥物啊？就是流便。不过这大囝流便，伊毋是要带头过约旦河。伊颠倒是走来甲摩西讲：这草坡真水，阮兜的牛羊真济，阮敢会使迈过留伫即个所在？虽然若伫讲到迦南地，其实是约旦河的西边到伫地中海，北边到但，南边就是到伫倒位别是巴。所以咱会当看这规片。这安尼规片，这才是所谓迦南地上帝赐福的所在。约旦河的东边，原来毋是，报到伫约书亚的时阵，才改变这个观念，讲恁留伫遮嘛是上帝赐福徛起的所在。无咱通知上紧离开上帝，嘛是约旦河东边。流便迦得甲另外一边伫北部，东边的北部伫遐徛起，会叫做东玛拿西，这是大成离开上帝去拜偶像的族群。吼，安尼咱会当看出，伊伫讲你伫传过，后来咱通知流便迦得这2个人走来找摩西。因的族长来找摩西，甲摩西讲：阮无爱过时，摩西开始是足受气。后来伊讲哦，遮真水啊，阮会留伫遮。你看爱什么条件，阮来配合。所以摩西落尾甲因讲一项：某囝留伫遮，财产留伫遮，恁来带兵大成过去迄边。所以咱即马搁读落12、19、15节，咱做伙看伊伫遮伫讲到啥物？伊伫甲流便迦得讲啥物？讲恁来做啥物？带头过约旦河，带头过约旦河，真做啥物？伫14节，咱注意看伊伫遮讲啥物？伊伫遮就是讲，恁的某、你的囡仔、恁的情生，拢踮伫遮，踮住伫约旦即边，
摩西所予恁的地，独独恁中间一切大溃力的勇士，拢就带军去伫兄弟的头前过去。哦，换一句话讲，你做大囝，你就要有好表现，带头过，等候迦南地拢总征服起来，你才会当带恁的部队倒转去。虽然会当看出流兵家己搁另外一半，就是马拉西的部队就是安尼过去。咱即摆来看16、17、16、17节，咱就会当看出这两个支派嘛就抓应该。约书亚就抓讲，因绝对服从，所以凡若是伊所讲的话，因拢总听叹；凡若是因爱做工，因绝对去做。然后因顺续祝福约书亚，这就是咱在看见约书亚开始准备要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个故事的头一部分。你兄弟姊妹，咱在读这段圣经在，伊其实在甲咱讲，读这章伊在甲咱讲一项，上帝拣选的路步，一定要有一个足基本的要件，对上帝要有绝对的信心，这是真要紧的一项。所以咱在看。伊咧甲约书亚，上帝咧甲约书亚讲的时阵，有一个所在是真重要。伊甲伊讲，你爱安怎？咱倒转来咧看第7节、第8节，伊讲独独你得勇敢大壮胆，接受我罗卜摩西所命令恁的律法来行，伊毋通离开，偏左偏右。一世人的日记条，上帝命令摩西所讲的话。安尼若上帝命令摩西所讲的话，伫约书亚迄个时代，就是咱在讲摩西律法的册，安尼就是对出埃及记到伫民数记这段的中间，咱通知申命记，申命记是后来。因倒转来对巴比伦倒转来重新整理出来，咱会当看出出埃及记、利未记到民数记内底，伫讲到真侪生活的规矩，上帝教示拢爱记条条。你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若是咱家己认为咱是上帝拣选的路步。安尼用第7节、第8节来看，咱来记条条的就是圣经上帝话，上帝话安怎教示，咱得接受安尼来行。咱看教会嘛是安尼，所以我定在讲，你若叫我看一间教会，我拢真爱讲，我敢若看一人，即间教会有咧教信徒读圣经阿无？啊是讲有咧带信徒来认捌圣经阿无？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代志。咱咧看传道者若是上帝路步，阮做一个传道者，该亲像约书亚，上帝咧甲伊讲，对上帝有信心。啊，对上帝若有信心，就毋惊即个世间有苦难。因上帝有应允，我绝对无放杀你，会甲你三甲二地。这个是真要紧。咱知耶稣甲伊的学生讲什么？咱来先看卖约翰福音16章33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上帝甲迄个耶稣要离开世间的时，甲伊的学生所讲的话，伊讲：恁甲我结连有平安。即个世间有啥？有苦难。我已经赢过世间，我已经赢过世间。即个世间有苦难，
所以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行做上帝的路步，这个世间是有苦难，毋过毋免惊，要对上帝有信心，咱会行过。咱咧看最近这个武汉肺炎的瘟疫遐尔在猖獗，包括真侪教会拢在停止聚会。咱的教会礼拜日还阁有实体的聚会，有真侪教会实体的聚会拢无，周间的聚会拢总无。咱会当看出这个打击，互真侪人惊吓。但是我嘛是爱甲咱讲，毋免惊。咱来对上帝有即号的信心，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人物。马可福音书11章22节，耶稣嘛甲当时的人讲什么？爱对上帝有信心。这是马可11章22节，耶稣一句真简洁的话，爱对上帝有信心。第二，咱咧读这段圣经时，咱嘛去看到什么？信心毋是戆戆仔事。信心得爱有什么？有智慧。信心嘛爱有什么？有勇气。啊，智慧是什么？咱的圣经若讲到智慧，意思是什么？认捌上帝。啊，咱要安怎认捌上帝？就是爱倒转来伫圣经的内面来认捌，爱有勇气，爱有真正对上帝的认捌，安尼咱的信心才袂变做是什么迷信，啊，才袂什么信了毋对伊，阁欢喜甲要死去。你知影咱即马台湾教会小哥哥在烧什么？70年代在烧韩国的禁食祈祷会，随祈祷山、祈祷运动，逐个人甚至毋知影伊在祈祷啥货，了无倒转来圣经祈祷毋对，伊拢毋知影。我定讲即个故事啊，高雄有一间真大间的教会，咱确定有奉献，有。你知高雄有一间真大间的教会，奉献了，要吟诗进前，爱去读迄个奉献文。奉献文内底，奉献文是牧师带所有信徒做伙读。在读什么？感谢上帝，互阮有好头路，有好收入，阁有意外之财，有利息，会当继承父母财产。你若爱知影什么教会礼拜了，你甲我问，我拢会当甲你讲。我阁将迄周报逐收起来存档案，印伫周报内底，逐个爱徛起来读。连祈祷，连感谢，是毋是即个物件有照圣经的意思无？若毋知，迄叫做啥？迷信。迷信就是偏离圣经的教示。我头先有在甲人讲起，有勇气，有信心，啊，过来就是智慧，认捌上帝一个真要紧的所在，上帝是听，有听的所在，咱看出上帝的荣耀。咱会记无最近宜兰罗东圣母病院迄个吕约瑟神父讲什么？伊讲请大家帮赞，我的故乡意大利死真侪人。知影即个消息，我嘛伫报纸写文章。伊一个讲，咱台湾人无第二句话。一礼拜中间奉献超过1.5亿万，伊阁出来讲伤济啊，毋好阁献。就有人讲，毋捌看过一个宗教团体人讲好啊，毋好阁献啊，伤济。但是是安怎会安尼？因为这个灵医会伫1952年来到咱台湾地区偏乡，迄个时阵因看后山宜兰医疗真欠缺。灵医会就是投入伫医疗服务的工作，无论是神父、修女、会士，拢是。
因伫宜兰罗东架骹开始开诊所，一礼拜后就派一组人过日平湖，因日平湖造桥铺路，专门去照顾什么种人？麻风病的人。当时日平湖麻风的人口，就麻风病人口甲平湖人口的比例，全台湾上界悬。所以你今仔日若有机会，你去到平湖马经，你会看到有2仙当上，2个拢是照顾麻风病，一个是信义会宣教师白宝珠，另外一个就是何义师神父。何义师神父去用叫做护手的，拢踏脚踏车4界伫看病。伊后来就伫平湖的诊所，惠民病院的诊所。伊的诊疗室就伫遐安然离开世界。因的疼，因的疼，互逐个人感动。但是因的疼，敢若伫讲一项人捌上。我就捌讲这个故事，有一个麻风病新娘，拄结婚无偌久，就得着麻风病。伊有一日安尼想尽办法。得到医治，因为神父拢逐礼拜摕药仔去互食，去互伊看，伊感动甲得到医好的时，伊足欢喜，叫因翁对台湾买一身马祖雕刻的马祖的上足水，佮铺金身，安尼对白沙一直行路去到马经。甲李治神父讲啥物？讲我无啥物物件通送你，我将即身我看做上界水的马祖送互你。你想神父要甲收无？那咱遮即间资费宫送一身马祖，要互咱的陈牧师，你想牧师要收无？这神父一看讲，即只水比家己流咧。伊讲无，我一定爱送互你，我会当感谢的，就是上水的马祖送互你。像我讲，遮尔水你家己流，伊讲啊无安尼，我甲你换，你拼连伊圣玛利亚互我。你伫神父无第2句话，玛利亚捧落来，甲伊交换。即个新娘将玛利亚用衫裤包咧，用跳倒转去到白沙。两位兄弟姊妹，这在讲什么？讲有疼，人看见的是什么？上帝的慈悲甲上帝的形象。我头先有在甲讲，南部的土地真善，北部的土地是老年。伊在教以色列人一个功课。会晓分享，会晓三夫妻，会晓三帮赞，这才是真正信仰的态度。两位兄弟姊妹，咱的教会若是有能力，咱就对这个弱小、偏远、族群、社会需要的人，甲伊照顾。咱有安尼做阿无？这拄拄是咱读即章的圣经在爱做伙反省甲学习的功课，上帝使咱同心来祈祷。仰阮的主，感谢你，互阮会当学习，亲像约书亚。勇敢带以色列人过约旦，嘛，互阮在学习，伫上帝你小事徛起的地，绝对无有欠缺，因为你小事是有福气、有恩典、有流年、有流日的所在。愿你的神赐予阮上善的教诲。会晓通知怎样来分享上帝你的疼，伫需要的人的心情。感谢你的恩典，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借1分钟的时间，今仔日
咱的总会教材小组有早即个儿童绘本伫楼骹伫卖，拄好即本册伫介绍儿童圣母病院头一批来、头一个来的医生叫做乌记，乌记伫圣母病院前后有38年的时间，1952年来，1990年过身。伊对地来，伊对斯洛维尼亚。毋过伊毋是神父，也毋是修士，伊是一个外科的医生，38年毋捌离开咱台湾的土地。即种绘本是伫互囡仔读的。即本我是安怎特别介绍？即本拄甲最近儿童圣母病有关的，佫特别的一项，即本册出来，斯洛维尼亚接到即本册是欢喜甲。然后有写批来咱的总会，讲敢会当互因类翻译做斯洛维尼亚文，印互全国的囡仔看。因写批来，我甲因讲，拜托恁去印，规个版权拢总送互恁，毋免钱，因为恁对台湾的疼，阮唯一会当回应甲报答。咱伫楼骹有伫卖，咱即摆已经出16本，有中文版甲英文版合做伙。这整卷的是中文，拼卷的是英文。你通2本合做伙，200块，比咱伫街仔食点心要较俗。你通摕去送人，嘛通买转去，互囡仔甲孙仔看。多谢。三角的天使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33首，533首。
谢秀雅祭司、黄友春祭司来祝福呢。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是北区大专时光纪念主日，17中会校文部派罗俊义牧师来咱教会讲道请安，感谢罗牧师，也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点，欢迎江淑文长老来咱教会推广美好脚车一个为本。请兄弟关心代祷，等下当去楼骹来看来买。遗体关怀，水手吴姊妹伫4月17日王子文调，领28号拜日早起8点，第二殡仪馆祭礼二厅举行个别礼拜，接续去到草山举行日塔安葬礼拜，请为族祈祷。奉献部分有顶达，请找财务组永进收集，请陈牧师补充报告。好，咱嘛为着一位姊妹的爸爸来祈祷，就是咱代祷名单内面的陈太宏兄弟，伊是亮营即师娘的爸爸，吼，伊伫头拄仔已经过身，吼，咱嘛恳求主会当来照顾。虽然伊毋是基督徒，总是吼，咱为着即个家族来祈祷，恳求伫即个期间上帝会当互因会当来体会着上帝的疼。吼，咱嘛为着继续为着住院的邓张如玉邓妈妈来祈祷，吼，咱恳求主会当帮咱庆丰兄。咱嘛为着你处理疗养的淑君姐、外交姐、庆丰兄、敏娟姐、水明兄、慧玲姐、陈基宏长老伊里、春文兄、方梅姐、志景姐、明理姐、秀霞姐、美霞姐、公基姐、阿淑姐、惠子姐、谢丁兄、富美姐、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李雀老师、嘉豪姐来祈祷。好，咱嘛听见头拄仔罗牧师伊所甲咱讲的，就是讲咱爱来关心吼，咱四周围有需要帮助的人。吼，咱嘛为着遮个偏远的地区的遮个需要帮助的，也是咱身躯边、咱的厝边、咱的朋友，吼，咱特别伫即段疫情的期间，咱恳求主会当真做，互咱真做是听的使者，会当将上帝听传出去。好，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也恳求主来保守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虽然真侪人无法度来伫遮来做礼拜，总是咱恳求主赏赐互咱有信心，会当继续仰望伊。互咱恳求主嘛来帮助全世界，伫世界也有真侪国家，这疫情也真严重。咱恳求主会当怜悯，咱开喙为着咱的肢体，为着咱的周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今仔日透过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的经文，搁一届来激励阮，主，阮爱对你有信心。恳求主，虽然阮伫即个真黑暗的时代，特别伫即个疫情的时代，总是主，互阮会当对你有信心，互阮无失志，互阮相信主，你伫即个时代还有伫带阮行。主，阮恳求你保守阮众兄弟姊妹会当真做你听的使者，虽然伫即个真冷淡的时代，总是互阮
会当为着阮四周围的人祈祷，为着阮所关怀的世界、阮的国家来祈祷。主，阮也特别为着阮的肢体来祈祷。主，阮恳求你来怜悯、谅因姊妹因的全家，保守因伫失去老爸的即个时间，恳求主来保守看顾伊的心。主，阮也要为着上年大学的同学袁理姐伊也过身，也恳求主来帮赞，互伊下这亲人也会当来得到安慰。也为着阮的姊妹秀娥姐，伊礼拜二要举行告别礼拜，主也恳求你来帮赞安慰因全家的心。主，阮将阮的兄弟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来帮赞。若伫病院的、伫厝里疗养的，拢恳求你会当来医治看顾，互阮伫病痛中间会当来掠了主，互阮无失望，互阮无软弱。主也透过教会关怀兄弟姊妹的代祷，互阮彼此会当来起造一个听的团体。主，阮恳求你来保守伫阮，无论今仔日伫教会礼拜，也伫你厝里礼拜，兄弟姊妹，互阮拢会当有共心志，会当伫主你的面前，阮领受你的道理，会当继续来向前行。主，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保守阮的世界，互阮伫即个期间，互阮遮无论伫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也是政府的遮做决策的遮人，主恳求你赏赐互因智慧，也保守因有健康的身躯。主恳求你来看顾阮的世界，怜悯阮。虽然伫即个真惊吓的时期，总是互阮也知影安怎安静心来朝找你，恳求你的赦免。阮将阮的兄弟姊妹，将阮的国家、世界拢交托伫你的手里，恳求你引带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来记圣诗，圣诗621首，621首，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